那立法院即马是当地开临时会，来处理性平三法的修正案，其中宽赦性骚扰这部分，真侪条约立委拢有表示讲，支持甲宗教和信仰者的领域加入去内底。也毋过卫福部是表示，讲到宗教是较好去定义。也毋过妇女团体认为讲，宗教界其实嘛有真侪性骚扰的案件传出来，若是要治这个坑，就要甲补起来。国内Me Too运动还佫咧逼进前度大毕业生讲，伫校的时阵，互校方团契内底资深牧师性骚扰1年半，加害人依照刑法第228条封定罪，是全台湾头一个宗教宽赦威胁的司法判决。即马立法院当地审查性骚扰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宽赦性骚扰关系样态，是毋是列入宗教还是信仰引起讨论？我觉得该做的就该做了哈，有很多假宗教之名啊，行掠夺之实的，不管是他是掠夺财物或掠夺这个信徒的贞操，宗教行为之中的全是性侵或全是性骚，大家关注度这么高的情况之下，你今天我们在修这个条文，把宗教信仰放进来，你告诉我说，因为它很敏感，所以我们不要放进去，我觉得我们很难解释啦。真侪条约立委支持列入来，不过卫福部表示，谈论宗教真敏感，也讲可能无法度定义清楚。信仰的部分是比较麻烦的，是那个定义要去处理，会有一些问题。基于这一个信仰，然后要利用权势或机会为之，这个有点两个相连，不一定连得起来啦。卫福部甲立委意见无同，条文先做保留，留伫第2轮讨论。妇女团体表示，部分性骚扰受害者无愿意用司法解决。心理脆弱的时阵，寻求信仰支持，不过确实也有接到未少宗教还是信仰关系性骚扰的求援案例。恶灵的部分去做一些驱散等等，他可能就会运用一些肢体的方式来去做这些处理。他如果拒绝了或者是抗拒了，是不是就是会触怒了就是神明？通常在行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被害人往往是处在一个真的是非常困惑的状态。妇女团体呼吁爱赶紧把宽赦性骚扰关系样态列入宗教还是信仰，每当因为定义困难都无做，让性骚扰防治出现漏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